各位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，龍馬精神，每日健康啦、快樂啦、開心啦，學到好多嘢。我哋特別多謝鍾 Sir 教到我哋好多新嘢，尤其是舊年之內教咗好多新課程。我哋應該用語言、用聲音嚟多謝佢，又多謝各同學咧，好支持，繼續努力啦。希望明年咧，今年2012年繼續努力。多謝大家，你哋好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，龍馬精神，每日健康啦、快樂啦、開心啦，學到好多嘢。我哋特別多謝鍾 Sir 教到我哋好多新嘢，尤其是舊年之內教咗好多新課程。我哋應該用語言、用聲音嚟多謝佢，又多謝各同學咧，好支持，繼續努力啦。希望明年咧，今年2012年繼續努力。多謝大家，你哋好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學業進步，龍馬精神，每日健康啦、快樂啦、開心啦，學到好多嘢。我哋特別多謝鍾 Sir 教到我哋好多新嘢，尤其是舊年之內教咗好多新嘢。